大家好啊！華記7月24號報道啊，今日咧就想同大家分享下咧，香港啊近年咧好多做咗幾十年嘅大集團、大酒樓咧都相對結業喎。咁啊見到最新有一間咧就今日報紙就講啦，就係土瓜灣嘅漢堡酒樓。咁我喺嗰度都飲過茶嘅。咁佢高峰期嘅時候咧有成18間分店嘅，而家土瓜灣最後嗰間漢堡酒樓咧都結業啦。咁其實唔係話佢呢啲老牌嘅酒樓有問題，而係香港人北上嘅消費同埋走咗好多香港人呢，基本上成個香港嘅市場容納唔到咁多間嘅食肆，呢個先係問題嘅核心。咁除咗你話呢間漢堡之外呢，哇！你見到好多間啦，有紅星啦，紅星係好大集團噶嘛，跟住又有名都啦，金鐘間名都喂，我記得我以前1989年喺金鐘返工嘅時候，喺名都嗰度咧都經常有飲茶嘅。咁仲有咧就係新斗記啦，就啲粉麵店啊都執埋笠。其實仲有好多好多，講緊係有100幾十間呢啲做咗幾十年嘅酒樓餐廳。咁我哋見到而家個問題咧個情況真係好嚴重。咁我哋2026年咧其實呢叫做5窮6絕7翻身啦，因為咧你見到近期咧嗰個樓價咧地產市道咧又好翻啲咯喎，7月份。咁但係你見到食肆咧就銜接唔到嘅喎，咁反而就係話咧，而家咧即係你見到都一啲譬如話啲大型嘅連鎖集團啲快餐店啊，或者你大家樂啊呢啲咧，佢好似近年咧嗰個業績咧又好翻少少。咁所以我哋見到咧，其實咧香港咧已經咧就轉咗型啦，即係咧越大間嘅酒樓、越大間嘅餐廳，品種種類越多嘅咧就越大鑊，因為咧散啊，你又有點心部，又有油雞部，又有擺酒，哇，又有燒味，又有水台，咁多嘢嘅咧，但係你嘅生意額咧係上唔到嚟。咁所以其實喺呢度咧，我哋都見到咧，香港而家個飲食業咧都轉型緊嘅。咁喺呢度咧，我哋都想呼籲下咧，其實我哋香港人咧都要撐翻我哋香港經濟嘅。咁所以我就喺度宣佈咧，喺8月13號咧，我哋就會咧華記啊請大家睇戲啊嚇，買一送一。我哋喺8月13號嘅7點鐘咧，就會有一場咧功夫女足啊，周星馳執導嘅，就會喺呢一個咧銅鑼灣影藝戲院。咁我哋6點半咧就會過嚟攞飛噶啦嚇，我就會喺度 stand by 噶啦。咁啊7點就開場。咁咧當日咧就邀請到咧就哇喺重量級嘉賓就係李力持同埋食神大龍。咁你知啦，佢哋同周星馳都緊密合作噶嘛，以前好多經典噶嘛。咁啊李力持同埋大龍咧都會過嚟撐場噶喎。咁我哋咧就有400張戲飛嘅，咁啊歡迎咧就 WhatsApp 報名，就69986777同場加映啊。當我哋咧睇完呢套電影之後，大概係8點半至8點9咁上下咧，咁我哋就把握咧就唔好執輸啦，就9點鐘咧。我哋就會由銅鑼灣坐地鐵去佐敦咧，就去呢間咧北島翁嘅日式海鮮酒家嗰度咧，就食一個自助火鍋，任飲啊，任食啊，哇，抵啦，380蚊任你食。咁咧有興趣嘅朋友咧，大家想食餐安樂茶飯，又可以行街食飯睇戲嘅咧，滿足晒3個願望啦。咁咧就會喺8月13號星期四，咁咧我就會喺度咧同大家一齊睇戲同埋食飯嘅嚇。咁啊有興趣嘅朋友咧就歡迎 WhatsApp 啦，69986777。咁啊多謝大家支持啦！大家好啊，我而家身處嘅地方咧就喺大阪嘅道頓堀陽光大廈。咁我哋前邊就係地標，日元匯價咧就創歷史新低，咁啊日經咧就創新高喎。咁啊如果資金要避險咧，點樣可以揾到一個創造被動收入嘅好機會呢？嗱，我哋嚟緊咧喺7月25號同埋26號咧，就會喺九龍半島酒店2點半6樓漢口廳咧，就舉辦一場咧酒店式公寓嘅一場說明會。因為咧，我哋嗰棟樓咧係擁有咧公寓嘅業權、永久產權，同時間咧佢係可以有一個酒店嘅營運牌照。呢個咧就係大阪天璽陽光酒店式公寓啦。咁我哋而家身處嘅地方係1期，咁我哋呢度行去咧20秒咧就去到2期。
一條直路咧，4分鐘咧就去到大阪道頓堀嘅運河嘅地標噶啦。喺7月25號同埋26號嘅星期六日咧，我哋就會喺半島酒店見啦。多謝大家支持，歡迎 WhatsApp 報名我哋下邊嘅電話，到時見。多謝晒。大家好啊！香港首創買一手樓送張雪機車820RR，我哋嘅位置呢，就喺香港嘅西九龍高鐵站分行，我哋嘅世紀21。而家呢，好消息啦，只要嚟香港呢，你買任何嘅一手物業呢，我哋即刻會送你呢部車。我哋嘅位置呢，就係喺西九龍嘅戲曲中心 M+ 博物館對面，西九龍嘅高鐵站一上嚟呢，就係我哋呢度噶啦。咁啊，歡迎咧嚟到我哋呢度咧，可以咧揾我哋任何嘅同事查詢，咁咧就可以買一手樓就送雙雪機車，耶！